疫情若稳定，民众就开始放灵。假日时啊，伫高雄的蚵仔寮渔会直销中心是人客人，有人质疑讲，安尼敢会变成防疫空棚咧？市政府也要求因爱赶紧改善，对这礼拜开始，鱼市嘛要按照身份证号码分流。等下看一下身份证啊，今天是双号。民众来到蚵仔寮渔会直销中心，才知影这爱比较市场分流，有人袂当入去。昨天临时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一个在外面等。开始实施咧吼，个单号加双号的分流管制。迄个1点钟大概吼，内面的容纳人数，阮大概拢会控制在100人左右。蚵仔寮渔会直销中心疫情开始就管制一个出入口。所有人员甲民众爱实名登记、量体温，想要到顶礼拜假日内底刷出现人客人，烦恼会影响到防疫，市府要求爱改善，无就关门卖开。所以这礼拜开始，鱼市爱比较市场，严格管制人数。应该会影响更严重，对啊。平常真的没有什么人。但是可能那一天，6日刚好下雨，然后突然停雨，可能人家又进来多一点。差一半较低啦，当然这个时阵才讲是生意上好的。蚵仔寮鱼市原地有80几档，因为疫情已经有3成暂停营业，假日人客剩无一半。即马管制愈严格，人客可能会愈少。业者虽然无奈，也是会接受，嘛希望民众会当配合。记者邓亚文为做高雄报道。